雲格不再險簽，大眼仔做英超標王，寵迷係咪好感動啊？直情要開埋香檳慶祝添啦！事關雲格終於做翻出好戲，喺香港時間禮拜二凌晨轉會窗關閉之前半個鐘，宣布以破球會紀錄嘅5.1億港紙轉會費簽入奧斯爾，令到呢一名24歲德國國腳成為今個夏天英超標王，亦都以181萬港紙周薪做歷嚟最高人工嘅槍手啊！好多司機仲即刻同呢一位新隊友影相，亦都有球迷幫大眼仔作咗首 rap song 慶祝啊！香港嘅球迷都係一樣咁 happy 啫。Yo， 等咗成晚，就係等呢一刻咋，好想喊啊，好感動。有網民更加話奧斯爾仲勁過法比仔啊，唔係齋吹水噶，有片為憑，連香口膠都控到出神入化。難怪網民都話奧斯爾物有所值啦。